歡迎嚟到靈性成長收集室，呢一度係你靈魂休息嘅角落。我係 Wing，每一集我都會用音樂、用廣東話引導冥想，陪你由忙碌回到自己，慢慢釋放壓力、情緒，重新連結身體。今晚係3月3日嘅血月全食之夜。喺香港嘅傍晚都可以望到月亮升起嗰陣，已經有部分進入地影，會呈現暗紅色調。呢一段冥想主題係拋低舊有模式，迎接重生。如果你而家喺度揸車，或者需要高度專注，請先暫停，等你安全嘅時候先至再聽。而家請你去揾到一個舒服嘅姿勢，坐低或者瞓低。如果可以，請你去合埋你嘅雙眼，雙手可以放喺大髀、腹部或者心口。先唔使改變任何嘢，只係留意你而家嘅呼吸喺邊度最明顯。係你嘅鼻尖、心口定係腹部嘅起伏呢？我哋慢慢做3次嘅深呼吸，吸氣，慢慢吸到腹部微微鼓起，呼氣，慢慢呼到膊頭都願意放低少少。第2次吸氣，去迎接一啲空間，呼氣，釋放一啲緊張嘅感覺。第3次吸氣，呼氣，完全放鬆。由而家開始，你可以跟住你自己自然嘅呼吸節奏。每一次呼氣，都將今日嘅雜音輕輕放返落地，將注意力帶返去你嘅額頭。如果你覺得緊皺住眉額，可以想象用呼氣將額頭撫平，再帶去你嘅眼周、面頰、下顎，留意下你有冇唔自覺咁咬緊牙關呢？如果有，唔需要去責怪自己，就只係輕輕鬆一鬆。而家係膊頭，去想象每一次呼氣，膊頭都越嚟越鬆，唔需要一下子放鬆晒，慢慢嚟就可以啦。將注意力落到去心口，心口係你情緒嘅房間，你唔需要即刻整理，只要打開你心入面嘅嗰一道窗，俾新鮮嘅空氣流通。而家去到腹部，請你輕輕用手掌放喺肚腩嘅位置，去感受一下你嘅呼吸點樣推動你嘅手掌，再落到去盤骨、大髀、膝頭、小腿、腳掌，去感覺雙腳同地面嘅接觸，你被承托住。而家去想象喺你嘅頭頂上方有一輪溫柔暗紅色嘅月光，佢唔係刺眼嘅紅，而係好深、好穩陣、好包容嘅紅。佢照到你，佢唔會批判你。呢一刻，你可以喺心入面問自己一個問題：
我最想拋低嘅舊有模式係啲咩呢？可能係過度討好、過度控制、拖延、一啲自我懷疑、情緒內耗，或者永遠都覺得唔夠。你唔需要去揀最完美嘅嗰一個答案，只需要去揀最真實嘅嗰一個。而家輕輕講一句，你可以出聲講，或者心入面講，我見到你啦。對住嗰個舊有嘅模式講，因為佢被睇到，就開始鬆動。然後再講，多謝你曾經保護過我。就算嗰個模式帶嚟困擾，佢都可能曾經喺你某個階段生存落去嘅方法。而家你準備升級。我而家唔再需要用你去證明我值得。我值得係因為我存在。想像你呼氣嗰陣，從你嘅心口或者腹部呼出一團灰色嘅煙霧。喺呢一團霧入面，就係舊有模式累積嘅疲倦、執着同自責。你唔需要去分析佢由邊度嚟，只需要容佢離開。只想像嗰一道暗紅月光嘅能量落喺你嘅頭頂，流過你嘅額頭、喉嚨、心口、腹部、盤骨，最後去到腳底，會流過一個位置，就帶走一層我一定要咁先至安全嘅緊張。呢一刻，你可以做一個簡單放低嘅小動作，吸氣，握緊你嘅雙手，呼氣，慢慢攤翻開你嘅手掌，就好似你喺能量上放開一啲捉住唔放嘅嘢。我哋再做一次，吸氣握緊，呼氣放開。第三次，吸氣握緊，呼氣放開。而家我哋唔止係清走舊有嘅嘢，我哋要種落一啲新嘅程式。試想像喺你心口嘅正中間，有一粒細細嘅光點，佢唔需要好強，但佢好真。問自己第二條問題：如果我重新一次，我想點樣對待自己呢？可能係溫柔啲、堅定啲、誠實啲。做嘢唔好經常性咁拖延，唔好咁衝動，揀一個最貼近你而家最需要嘅字。而家用一句短短嘅承諾句去封印住佢。你可以跟我講，或者改成你自己嘅版本。我選擇溫柔、清晰、勇敢。我容許自己由今日開始重新生活。想像你吸氣嗰陣，暗紅嘅月光變得更加柔和。帶少少金色，紅色
係釋放同埋轉化，金色係祝福同埋自信。呼氣嗰陣，你將呢一份金紅色嘅光送入你嘅細胞、骨骼、血液同埋呼吸。如果你願意，將一隻手放喺你嘅心口，一隻手放喺你嘅腹部，輕輕咁講：我喺度，我值得，我可以慢慢嚟。而家將注意力帶返去你嘅身體同房間，去感受你嘅呼吸，感受你坐喺邊度或者瞓喺邊度，輕輕喐一喐手指、腳趾，轉一轉你嘅膊頭。如果你合埋眼，而家慢慢打開。最後，我想送你一句說話，你唔需要用痛苦去換成長，你可以用覺察、用溫柔、用選擇去完成你嘅重生。多謝你嚟到靈性成長收集室。如果你都鍾意呢一段冥想，記得 follow 返我個 podcast。亦都歡迎你留言同我分享今晚放低咗啲咩，你又選擇咗啲咩？我哋下集再見。